所有生命。Once upon a time, the ocean was beautiful and clean, and nurturing every single life. 不如我哋一齊俾啲掌聲，我哋嘅海洋。Let's welcome the animal friends. 欢迎我们的海洋守护者和他的动物朋友。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海豚探地。我係嚟自威威村莊嘅海洋守護者。我介紹下呢度嘅動物朋友先。Hello， 知唔知你哋頭先見到嘅動物朋友佢哋係咩嘅動物嚟㗎？冇錯啦，佢哋就係印度太平洋棕鼻海豚，他們就是我們的印度太平洋平鼻海豚。然後啊，Indo-Pacific Bottlenose Dolphin， 我哋一齊掌聲歡迎佢哋啦！啊，今日村長咧俾咗個任務我，佢話有個人想破壞呢個咁美麗嘅海洋，污染呢個咁寧靜嘅海洋喎。知嗰個人會坐在你哋身邊咧？等我揾佢出嚟先。哇！今日天氣好好，好適合野餐喎！各位朋友，大家好嘛 ？Hello！ 我準備咗好多嘢俾你哋食啊，快啲食啦！哇，叔叔啊，你用咁多膠袋嘅？对呀，叔叔，为什么不用饭盒呢？而家呢個世界好多病毒㗎，食完咪抌咗佢咯。仲係你哋啲手仔，我見到都好污糟，所以我連膠手套都準備好，放咗你哋個背囊度俾你哋。叔叔就好想你哋先。哇，用咁多塑膠啊，叔叔！我们可以不用塑料手套，自己去洗手啊。冇講咁多啦，我哋快啲食埋啲嘢去玩啦。我唔食啫，俾你啲我也不吃。浪費食物就冇所謂啊，但係浪費我啲心機，我會嬲喎。哎呀，叔叔啊，我哋唔係想浪費你嘅心機啊。对呀，我們不是想浪費你的薪水，只是現在想要去玩。好啊，你哋兩個都唔食啊嘛，我抌晒落海，餵海先。叔叔啊，啲塑膠係唔可以掉落海㗎。對呀，塑料不可以扔到海裡。呢度冇垃圾桶啊嘛，抌落去就最方便，周圍揾垃圾桶好麻煩㗎嘛。咩啊，叔叔？對面咪有垃圾桶咯。對面就有垃圾桶啊，你看不到嗎？你才麻煩呢。嚇！仲要話我麻煩，攞翻嚟啦，嘥曬我心機，整咁多俾你哋食，激到我夾咯。點講？係啊，我哋激嬲咗叔叔啦。怎麼辦？他好像很生氣。不如我哋一齊同佢道歉啦。好啊。咩聲嚟㗎？好得人驚啊！什麼聲音？有點可怕。叔叔。哇！你係邊個？我就係塑膠毛毛，會將成個海都變晒做垃圾，我就最開心啊！冇啊！係咪有人要幫手啊？他就是塑料惡魔，請救救我們！你係邊個？我就海洋守護者。海洋守護者？海洋守護者？仲有兩位好拍檔 Chucky 同埋 Richard， 當然少得我嘅海豚好朋友，我哋一齊用掌聲歡迎佢哋啦！有咩揾咁多人嚟啊嚇？歡迎你哋啊，好拍檔！講翻正經先，係咪就係你想將啲垃圾抌落個海度污染呢個海洋玩？係啊，就係我想將啲垃圾抌晒落個海度，你睇住啦，好似咁樣呢度抌一嚿，呢邊就抌一嚿，成個海都係垃圾，我最開心。得，你停一停先，海豚朋友，麻煩你幫我執翻啲垃圾過嚟呢度啊！喺呢度就有海豚朋友去幫手執翻啲垃圾，但係喺野外，海洋動物會當呢啲垃圾係食物食咗落肚，危害到佢哋生命㗎。在這裡有海豚朋友的幫忙，但是在野外，動物會把這些垃圾當成食物吃掉，危害他們的生命。你睇下，垃圾都接唔到啦，走啦走啦！哼，塑膠惡魔，我唔可以俾你再污染呢個海洋，我而家就要收拾你。啊，冇啊，佢係我哋叔叔嚟㗎，唔好傷害佢啊！他是我們的叔叔，不要傷害他。佢竟然係你哋叔叔，既然係咁，冇辦法啦，唯有暫時催眠住佢先啦。海豚朋友，出招！出招，有咩睇啊？喂，做咩事啊咁快？
快救翻叔叔啦！先不行。點解啊？因為我的肚子好餓。係喎，叔叔攞走晒啲嘢食。我知道，對面的朋友，你們有什麼可以吃的給我嗎？喂，我哋唔可以搶問人攞嘢食㗎，問人攞嘢食咧應該係咁嘅。大家我哋好肚餓啊！你哋有冇嘢食啊？救下你哋啊！人人啊，今日施捨一啲嘢食俾我哋啊！喂，等，嗰咪海洋守護者？對呀，海洋守護者。喂，你哋咪肚餓啊？後邊我放咗嘢食啊！食完快啲過嚟我呢邊啦！講起揾嘢食，有啲朋友想介紹俾大家認識，大家一齊跟住我拍拍手，熱鬧嘅氣氛歡迎呢位朋友上嚟啦！冇錯啦，大家都見到佢啦，就我哋嘅加州海獅 Terry 啊！他就是我們的加州海獅 Terry， 是 California Sea Lion Terry。我哋先請過嚟啦，睇呢個位置先，大家見到 Terry 嘅時候記得要坐定定，唔好用閃光燈影相啊！大家都好中意 Terry 喎，不如咁，我哋一齊揮揮手同 Terry 打下招呼先。Hello Terry， 係咧 Terry， 近排幾好嘛？Terry 話多謝大家嘅關心啊，歡迎大家嚟到海豚探秘啊！喺大自然入邊有好多動物都識得互相合作揾嘢食，經我哋研究長時間設計咗出嚟啦玩具糖果。只要左右兩邊同時合力拉開佢，就可以揾到入邊嘅嘢食。咁樣就證明到動物之間係識得互相合作揾嘢食㗎啦。喺呢個時候，我邀請位助手過嚟呢度。係啦，一陣間咧，你會同 Terry 一齊合作拉開呢個糖果，而家幫我揸住佢先。其他嘅大朋友小朋友，我哋一齊幫我哋數3聲咯喎。預備，3、2、1，我哋一齊嚟睇下。佢好似會好大力咁拉開佢，預備呀！唔該晒，唔該晒你嘅助手，唔該晒 Terry， 我哋一齊睇下有咩食啊！一個膠袋，係咯，乜都冇啊！我知啦，一定係咁啊！有啲海洋動物咧，例如海龜，會以為膠袋係水母，係食物食咗落肚，危害到佢生命啊！係咪啊 Terry？ 係啊 ，Terry 都岌頭啊！雖然咧動物識得互相合作揾嘢食啦，但係咧都敵唔過人類嘅污染啊！助手問下你，可唔可以應承我唔好將啲塑膠垃圾抌落海？可以嗎？咁你哋可以嗎？太好啦！連 Terry 都非常之開心啊！邀請你過嚟同佢一齊影張靚相啦！影相嘅同時，其實咧都係作為一個證據㗎，因為證明你承諾過我，承諾過 Terry， 好好咁保護我哋嘅海洋，唔好將啲塑膠垃圾抌落海，保護我哋嘅大自然。我哋一齊放鏡頭笑下啦！預備，3、2、1，笑笑 ！Thank you， 我哋一齊俾掌聲呢位助手啦，多謝你。哦，係咧 Terry 啊，我唔食膠袋。係我哋食蛋啊！咁啊好啦，唔該謝謝先啊，海獅先生啊，我哋叔叔咧變咗塑膠喎，有冇幫可以幫下佢啊？海獅先生，你有什麼辦法把我們的叔叔變回來嗎？咩辦法？係啦，大家都聽得明啦嗬 ？Terry 話冇辦法啊，因為佢只係海獅咋。啊，不過咁佢頭先咧再講咗句嘅，如果你想救翻叔叔咧，就要照顧我哋海洋世界入邊最高智慧嘅生物海豚老師啦。海豚老師。海豚老師。而家我哋一齊用掌聲歡迎我哋嘅海豚老師啦！大家好，我係海豚老師啊！而家每1分鐘，人類消耗超過100萬個膠袋，2800萬個膠樽。2800萬即係幾多？假設你每日清理100個膠樽，你需要767年先可以完成。可能你飲一樽嘢飲只係需要5分鐘，但係地球消化呢啲垃圾就需要幾十甚至幾百年。塑膠嘅分解速度極慢，可能需要1000年咁耐。即使變成細微嘅碎片，大自然都無法吸收。大家好，我是海豚。Terry， 目前全球每分鐘消耗超過100萬個塑料袋，2800萬個塑料瓶。2800萬是什麼概念？假設你每天需要清理100個塑料瓶，需要耗時767年才能完成清理工作。你飲用
用一瓶饮料或许只需5分钟，但地球分解这些垃圾却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塑料的分解过程非常之缓慢，可能长达1000年之久。即使分解为微小碎片，自然界仍无法完全吸收。Hello everyone, I'm Teacher Dolphin. Right now, every minute, humans use over 1 million plastic bags and 28 million plastic bottles. How many is 28 million? If you clean up 100 plastic bottles a day, it would take you 767 years to finish. You might drink from a bottle in just 5 minutes, but it takes the Earth decades or even centuries to process this waste. Plastic decomposes extremely slowly, possibly taking up to 1,000 years, and even when it breaks into tiny pieces, nature still can't absorb it. 海豚老師你好啊！海豚老師，你們好。我哋叔叔咧變咗塑膠惡魔啊！有冇方法可以幫下佢啊？哦，明白啦！海豚老師話要救翻你哋叔叔，就要學識3句嘅魔法咒語啊！咁多位大朋友小朋友，可唔可以跟我哋一齊學啊？我們大家一起學魔法咒語，把我們的叔叔變回來吧，好不好？好！海豚老師，第一句魔法咒語係咩啊？哦，我哋一齊做，係識得揀啊！識得揀，揀咩啊？選什麼？要揀用循環再造物料同埋生物可降解嘅塑膠製品啊！明白了，要選循環再生材料和生物降解塑料。咁第二個魔法咒語咧？哦，係識得掉啊！識得掉，掉咩啊？扔什麼？將塑膠垃圾洗乾淨，然後掉入回收箱。明白了，要把垃圾拿去回收分類，不可以隨意扔掉。咁最後一句魔法咒語係咩啊？海豚老師？哦，係識得帶啊！識得帶，帶咩啊？帶什麼？要帶備自己嘅水樽、食物口環，重複使用，咁就可以救救地球。明白了，要帶可以重複使用的物品。我聽到呢度仲有好多塑膠啊！你哋係咪揾緊我啊？仲揾唔到你兩個？塑膠惡魔係海洋守護者，我今日就要將你都變為垃圾，抌埋落個海度。我喐唔到啊！個力量增強咗好多啊！梗係啦，呢個就咁多人用緊塑膠，我好開心啊！叔叔，你唔好再做塑膠惡魔啦！現在有很多的海洋生物因為塑料污染非常危險。嗰3句魔法咒語啊，你仲記唔記得啊？當然記得啦，識得揀，識得掉，識得帶。點解咁㗎？你啲力量咁強大嘅，我喐得翻啊！睇嚟嗰3個魔法咒語好有用啊！咁多位大朋友小朋友，我哋一齊大聲讀出嚟，咁就去打敗呢個塑膠惡魔㗎啦！我哋一齊嚟啦，好嗎？好！第一句，識得揀。